自己采摘吧，享受这双地枣的味道。谢谢，谢谢。你看看这一个味道，对，品尝一下，对，好吃，好吃吗？我给他们采一个，跟那个，真好吃啊，分享一下啊，真好吃，怎么样？李老师真厉害，能得到王教授的夸奖，不错，真厉害，真的是吧？真好吧？最甜最甜的，是。你们觉得这个和冬枣有什么区别？就是比那个甜，枣味要比那个更浓，浓一点，对，比那个要甜，对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一年结2次果，很好管理。王老师，咱们哪一个学校的？太原生态工程学校是以前的太原农校，学校有园林技术专业、园艺专业，我们的学生就学这些呢。